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府城的普济店，每一年的元宵拢会举办灯会，每年就是10周年咯。讲要甲基美病院的精神医学部来合作，希望透过一连串艺术的治疗的课程，譬如讲画这个高瓦灯，要帮助病友行入到社区，达到社会更好的目的。一笔一画，点点滴画，属于家己的高仔灯，这是基美医学中心精神医学部的朋友。其实因甲一般的人拢同款，因为有真侪社会案件造成民众对视觉失调的患者有错误的观感。普济文书研究协会伫台南市中西区区公所的帮助下，成功甲文化局申请到营造计划，用高仔灯鼓励朋友参与社区活动。他们只是说是身心上、想法上有些不太一样，但是他们还是一个人，他们还是可以创作。连续6礼拜课程，为基础的练习到最后完成作品，这个过程无简单。因过因克服困难，透过这个课程，除了互因更较有信心，同时嘛希望讲会使改变一般民众对因的印象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看到他们的开心，我也很愿意，就是你哪里不会，他们其实都主动问。明年是普济灯会10周年，为灯会走向地方的陪伴，透过这款的计划，或者活动更较有意义，嘛展现出每一个人拢有无限的可能。